我覺得校長係比較着重家庭嘅教育理念，係咪本末倒置呢？面試唔淨係考書本嘅知識嘅，係考你日常生活嘅體驗。困難呢就係情緒方面啦。咁係咪我做得唔好，令到個小朋友冇咗嗰個機會呢？要控制你自己即時嘅反應，欣賞多啲小朋友咯，點樣接受呢啲失誤，鼓勵佢自己嘗試先。有一題係校長問我哋，你同小朋友最開心嘅事係乜嘢？我就答咗，我同我小朋友咧去解一題數學題。咁佢初頭唔識，佢就走嚟問我，爸爸，呢題數點解啊？咁我同佢慢慢一步一步咁拆解啦，最後成功解到，佢就好開心咁。既然我解到啦，之後過嚟同我擁抱咧，咁我就好深刻嘅印象啦。我覺得校長係想知道我哋有幾多時間去陪伴小朋友，同埋嗰個考試呢個過程，我哋有冇參與其中？校長係比較着重家庭嘅教育理念，因為佢覺得叻嘅小朋友其實好多嘅，但係你點樣去教佢，同埋佢自理嘅能力咧都好有要求。好似而家坊間好興 STEM 咁樣，但係如果你識 STEM 但係連着衫扣鈕都唔識嘅話，咁係咪本末倒置呢？面試唔淨係考書本嘅知識嘅，係考你日常生活嘅體驗。困難咧就係情緒方面啦，因為你喺考試嘅時候好大壓力，咁個情緒就會出現波動啦。咁小朋友都有題目係好難嘅，係一定要你唔識嘅，咁你就會覺得好困擾啊！點解我會唔識？係咪溫習唔夠啊？其實唔識唔緊要，係點樣面對唔識嘅題目？你要點樣表達你唔識咁樣？咁大人都有情緒嘅，因為面試學校會有 reject，咁你收到之後，你點樣去處理？咁係咪我做得唔好，令到個小朋友冇咗嗰個機會呢？咁都要互相開解咯。可能大家一齊面試啊，每次都讚對方，你頭先表現得好好啊，你答啲問題答得好，一定要俾信心對方，咁就會越做越好噶啦。因為你唔知個校長個標準或者嗰間學校嘅標準係乜嘢噶嘛，所以每次都係有唔同嘅挑戰嚟嘅。咁最緊要俾信心大家。當小朋友喺面試之中表現唔好啦，要控制你自己即時嘅反應，因為你要覺得佢都好大壓力㗎嘛，佢個表現一時唔好，其實唔代表即係學校唔會接受，因為人生咁長，梗有小失誤嘅會有。點樣接受呢啲失誤，令到學校知道你係支持小朋友嘅，唔係責備佢嘅。因為小朋友對數學數字好敏感啊，佢中意排序啊咁樣嗰啲，玩遊戲都係玩啲有邏輯嘅嘢。了解咗學而思就去入讀咗學而思嘅恆常課程啦。咁一直都覺得好有幫助，尤其遇到 Miss Kiri 同埋 Miss Coco 兩位好好嘅老師啦，好有耐心、好細心，兼且個課堂嘅即係大小班教學對升小嘅面試都有幫，因為佢知道規矩啦嘛，開始。咪陪佢記錄低佢聽日有咩做，或者嚟緊一個星期我哋有乜嘢安排啊？俾佢知道佢有咩要做咧，佢自己會安排。佢會同我哋講，今日有3樣嘢做，我比較攰喎，可唔可以做2樣啊？因為呢樣代表佢識得思考，同埋佢識得憑佢自己嘅感覺嚟同你溝通啊嘛。所有科目都係佢首先自己了解咗先，到佢唔識問我哋就一齊研究。有啲動作可能點解做，點做1、2跳繩咁樣，1係點，2係點咁樣，都係逐步就教翻佢咯。咁佢就會自己偷偷地練習，鼓勵佢自己嘗試先係好啲嘅，因為佢自己嘗試，佢知道邊度唔識，佢再問你咧可能會深刻啲。
欣賞多啲小朋友咯，因為小朋友喺考試呢個過程之中咧，其實佢哋都係不停面試，就算佢哋做得唔好，笑一笑過咗去，之後繼續欣賞你嘅小朋友咯。